再来看台东县的金樽海岸，今仔开始要办7天的2023年台湾国际冲泳的公开赛，有200多个国内外选手参加，其中有3个是准备要参加2024年的法国巴黎奥运的选手。东北季风伫咧东海岸金樽的海面上，带动一波一波的长影，才有台湾上好的冲泳环境。2023台湾国际冲泳公开赛虽然正式伫咧金樽渔港开始比赛，国内外200多位选手要进行7天的比赛。你的状况？蛮安全的啊。 And the waves are so fun. So yeah, my first impression was wow, this place is amazing. 冲泳比赛已经列入奥运的竞赛项目，这边有3位准备要参加明年2024法国巴黎奥运的国外选手来参加。台南县政府也伫咧比赛上尾2天要办冲泳音乐节，接待来参加比赛国内外选手。那今年呢，也是国际冲浪联盟 WSO 年度最年底的2场最大的赛事，就是 QS 积分5000的赛事哦，因此吸引了超过10个国家，将近200位的选手来到台东。官府讲，过去伫金樽的比赛，包括国外的青年选手来遮参加，摕到冠军，过去参加奥运。这边看到冲泳选手愈来愈少年，希望这项比赛会让培养出国内更加侪优秀的奥运冲泳选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